最近投资 ETF 那亲像是全民运动，外界嘛正烦恼讲，敢会影响到市场咧？金管会主任黄天宝是表示讲，目前台股的 ETF 佮加上基金大概才占3%，无侪到讲会影响到股票市场。也毋过考虑到市场长期的发展，金管会嘛已经开始研究，要来设管理的机制。关在台湾价值高息 ETF 0090控，因为买一张干那一万，加上主打每个月配利息，伫顶礼拜引起全民抢买潮，甚至出现改定存借信贷也要买的现象，引起外界烦恼，是毋是市场伤过热？在去金管会主委黄天宝伫立院表示，全民的销 ETF 主要有3个原因：民众他希望有一个相对他风险能够管理，然后有看得到一个比较稳健收益的商品，大家对台股的发展是有信心的。加上国人比较喜欢这种配息制的商品。黄天宝表示，目前国内48支台股 ETF 持有的股票市值占整体台股市值2.38%，市场成交量差不多占1%。加上台股基金占整体台股市值才3%左右。为整体角度来看，现阶段 ETF 资金未过度影响台股的市场。金管会目前针对投信伫 ETF 的募资无限制上限，毋过为经检甲所收到的检举，拢发现投信公司甲网红有透过商业合作地入性行销，影响投资人的决策。评会已经对网红的广告不实要罚5万到2500万，你们要不要去取缔一些讲这些话讲得夸大的网红？那这个部分，我们想跟工会再去做一个沟通。6月底之前，我们会把这个规范弄好。黄天宝表示，为实际报表来看 ，ETF 成分股真分散，目前也个用被管理的范围之内。毋过，即马台股 ETF 的规模大大扩大，为寻求市场长远健全的发展，已经请周边的单位建议整体市场的管理机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